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到疑案办选书。今天要选的这个书比较特殊，就是大家真的很流行有声书啦，就是很多人都会听这个东西当做一个背景音，然后去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反复听之后就会，可能在1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40几分钟的时间当中，会获得了一些有趣的知识，这样。那除了有声书的这个设计之外，前不久喜剧演员 Joseph 曾经做了一个议题，叫做Podcast 通膨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通通跳下来做 Podcast，我们就是那个Podcast 通膨的一份子，我们也是本来在网站做好好的，然后脸书贴文做好好，为了要能够引流，然后让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案件，所以我们也跳下来做 Podcast。对，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处境。不过咧。咱今日邀请这个来宾，你看我开始换声道换台语。咱邀请这个来宾，伊毋是专工讲，要做这个 podcast 是什么 podcast 通膨，迄无共哦。因为伊的语言，伊讲的话，伫 podcast 顶管是会当当做咱未来要研究这个所在这个语言的语料是十分的重要。咱欢迎今日阿凯亚之声。大家好，我是阿凯亚之前的 podcast 都大张阿凯亚。我其实嘛算是迄、那个podcast 通膨迄个时代来做的。2021年 COVID-19 当中啊。哦，对了，大家无代志做。今年大概几年出来头一遍人生感觉上无聊的事。系啊，用华电就无聊，你才个叫几年出来啊？对啊，就生什么迄个当初购一个什么 house 什么话歌。Clubhouse，即摆他们时间都会去啊。即摆真的是大家人活动都做诶，甚至是你要安插这种实体活动，真的是我相信，包括咧塞车，即摆人会当看物个做做诶。所以我今摆点对怀念迄当阵，就是 COVID 时阵，大概对你出来时，来几届拜托毋通。咁迄当阵的生活，就是讲咱家即个疫情甲即种，迄个先个坑去边咧，迄当阵的生活较单纯啊。对了，有啦。迄当阵我逐工念出来就是煮食，透早起来就煮一鼎饭，炒一个菜，就食中昼食暗顿拢食。系啊，对安尼过，你嘛是会当过呢。安尼生活嘛是会当过呢，对无？有时安那一定都爱安怎拄安怎啊？你受到这个 COVID 的影响，即摆 COVID 过了，你的收听数是毋是有变化？其实一开始我咧做迄当阵的选择用台语来做 podcast，我就已经我家己都已经有一个规，就是讲我知这毋是最多人听的物件。因为是台语啊，而且有一个是就是罗岗腔，有腔口。过即摆六个应该有惯系听你的罗岗腔吧？有哩，所以即摆当然听迄个比早期较侪啊。但是我会感觉讲，迄就是我相信人是会当学习的啦。你捌当过讲，迄毋是罗岗人来听你的 podcast，听了伊家己有罗岗腔的。系啊，有几个听就讲后来因为可能有一个人来听我节目学台语啊。讲到吧，其实伊看我讲伊咧甲人开讲的时候，开下罗岗腔。伊的音调拢足怪，伊然后变成外形哦，袂对，你音调足怪呢，对袂对？其实我嘛是呢，因为我细汉是住树林嘛，阮祖公嘛其实拢是艺人，其实咱应该我讲话应该甲阿弟共款，有足侪艺人。其实阿公阿嬷一两句啊，就有你去甲门关起来，都有这个。我其实就是小学的时阵，我小学时阵搬甲水，我规个腔口就比全就腔起，转去咯。对，他就后起先发现讲这个问题，就是有一摆去菜市仔买物件的时阵，我就讲这物件几斤？几斤？人拢讲几斤？我就去互揽去啊！毋过这其实拢是咱讲台语足自然的这现象。是啊。系啊，你是安怎去做这个台语，现在是罗岗腔的这个 podcast， 你有啥物款的这个经营的这个想法无？若是讲 podcast， 我迄当阵是开始要做，是因为我早期当阵咧读研究所的时候，当阵就是开始想要用这台语来作为一个电影调查的方式。所以包括迄当阵当来录讲写论文的时候，我嘛是甲这个台语，还是讲甲手机录音机找来，就是去访问一寡先辈，一寡时代甲因请教一寡。因当阵我研究的题目是咧做目工啊，我就请因讲一个目工的代志啊。但是后来当阵就是 COVID 的时候，当阵我正经都换头路，但是我心目中就是一直对这种广播节目还是声音的频道有一种亲的感情啊。因为我较早阮兜咧做工厂有关的，就是讲较早阮嘛是拢听垃圾哦，拿做朋克拿听咧。所以你感觉讲声音是一个现代人，我感觉咱你感觉无重要，但是当阵 COVID 的时阵，那我开始就感觉讲原来咱甲人接触一件足宝贵的代志，所以当阵就想讲无过来
重新来开台啊呢。啊，都有啊，迄时间个我咯，因为当时逐工拢出来啊，我就袂包括我的器材甲恁遮的器材是完全是共款的安尼。所以讲，方便就开始录。这会当继续用啦，咱即做袂歹啊，但是咱无要甲伊业配啦。你论文是写啥物题目？我当初是研究鹿港甲福兴，就是讲阮较外海边仔迄个所在的木工，就讲啥即个所在即做木工的加固，啥那我都到今仔日佫有发展啊咧。因为咱会知影讲，鹿港是一个外海的所在，但是即个木工也是讲茶即回数是山顶才有诶，所以啥伫一个江边有一个遮尔啊发达的即个手工艺，甚至是一个技术，甚至佫有即种地方特殊的美学的即个加固啊，是物啦，还是讲一寡形象的物件，我就来研究即件代志啊。鹿港迄公所毋是逐年拢有迄个啥物老板工？系啊，老板工的典当迄就这咱讲，其实咱就是国宝职人，用日本话来讲，迄个职人达人对无？啊，咱做伙，其实迄是拢应该拢是3、4个4、5代人以上。拢是一个家族，拢是几百年前迄当时都经营鹿港规个城市咧发展的时阵，规个家族就是我感觉讲迄当阵的鹿港可能对8世纪、19世纪亚洲来讲，就是一个有可能咱伫遐趁钱的所在。所以当阵鹿港大规个即个城市要发展，包括要起庙、要起厝，上重要就是即个龙山寺甲妈祖经。所以就真侪即种技术有技术的即种家族来到鹿港。啊，可能做完了后，佫别来佚佗，规去规家迄种搬过来。所以今仔日鹿港的国宝，我真的是欢哪里路人咧食面线糕的时阵，看到国宝咧徛起咧经过。啊，可能毋知是因兜咧做木的，咧刻课啊，是毋知做几代咯。这就是鹿港的生活。而且鹿港的即马其实有一寡这个路名，路名就知影讲即条路较早是咧做啥。对，比如讲像即鹿港的一个真有名足高的里昂啊，因兜就住伫这三行街啊，三行街咧，较早是咧顶口福州山的一个，就是讲真侪咧即草料当地拢伫遐。三行街就是我龙山寺迄边啊，对。啊，迄边有一个号做我来小甲业配者，因为我拢买因兜的香龙芳堂的香，因兜的香足好闻。而且有一个我嘛是采访迄个黄汉荣老师傅，伊鹿港香有够重，太重，比你佫较重。我真的是一个 old generation 的迄个时代鹿港香。迄鹿港香，你真正爱开一寡时间才会听有伊到底是咧讲啥物物件呢？我哪个就是讲鹿港人其实参观的大家拢熟悉，但是迄个做香的老师伊捌有南妈较早是我囡仔是拢会带去龙山寺，因为拢会伫遐做咧。对，就是伫遐念阿弥陀佛。所以当初因就讲，我就讲我阮阿妈想阮徛倒的时阵，迄个老师就讲你讲的是乌鸟哦，阮阿妈较早乌鸟啊，伊讲有样是乌鸟啊咧。其实鹿港就是看像我上早是大学的时阵，头一届去鹿港佚佗，甲朋友，尾来就调咧嘛。我老公，鹿港是安怎甲你指引调诶？即个鹿港边，我毋知足奇怪，尾来就逐年拢会去一届。啥物是鹿港边？鹿港边就是你看迄个所在，其实因为我自细汉在台北出世嘛，你讲淡水我嘛住过，艋舺嘛住过。你讲淡水淡水老街。艋舺啥物华西街啥物，因是拢足有历史，我毋对。毋过去鹿港看的时阵，就完全无对，气味无共。而且人拢讲一府二路三艋舺，讲即句话是艋舺人发明啦。较强硬个对哦，毋是挑过伊要挖，其实根本府城人都无咧插讲一府二路三艋舺家己自己蹭上来这样子，对啊。我就发现讲，其实咱府城的发展其实嘛是足进步，尾来就剩可能是无铁轨路，还是安怎？就去有规个时代放袂记。毋过电脑其实足侪物件留落来，放袂记的东西嘛，咁物。尾来去学南管，这就真正了。鹿港的真上传统的声音嘛，南管安尼。就是讲。台湾爱有一个，若是讲咱这个县市内底爱有一个县，有一个市，一个城市，有一个声音，就是鹿港，伊就是家人就是北管，你若讲到家人，伊就北管就行诶。你讲到鹿港，还有南管，其实就是
啊，别人听北部人，还是讲这都市人咧讲鹿港的时阵，你弄一种真强烈的情绪啊，这种对这种所在一种就朴实、就传统，还是讲就生活感的一种朴实的就感觉。咱去京都嘛是安尼啊，啊，不过京都人拢食胖。对对对对，阮所以，我鹿港人啊，听别位人咧讲，阮的时候，我感觉哦，原来是安尼哦。干嘛呢？阮鹿港人，有时我嘛拢食迄种素食店嘛，哎呀，迄种连锁的品牌。我头一届互鹿港人请食饭食意大利面啊，因为鹿港家己就是你说讲诶，是当然迄食，但是迄嘛毋是讲逐工一定要去食诶嘛。对，其实就是咱讲即个陌生化，就旅行就是伫即个家己活生诶所在，比别人活生。所以我因为我即摆拢是主要伫鹿港啊，所以我若只要有机会出去佚佚佗，还是去出国，我对拢去用大城市。会当做捷运就是迄种，我就感觉讲这是一个即种城市甲乡村的即种差异嘛，就是讲我会当啉酒啊，会当就是做捷运等于我困的所在，就鹿港完全无法度。鹿港根本无所在，你通好啉。系啊，而且你鹿港你只要上去路林咧行，即个大着水逐个拢知哦。系啊。即恐怖诶！鹿港是一个去互时代，是讲去互神明看大汉诶所在，所以鹿港庙诚侪啊。啊，所以我感觉就咱自然，咱就是会感觉讲咱都爱袂当编排，因为了面就是迄种代志就消息就传，因为鹿港诶风过出头诶嘛，即个风声就出来了。其实因为我较早嘛住过宜兰迄边嘛，是宜兰吼，你若透早差不多5点外6点左右，你就听着迄个厝边头尾开始咧讲恁厝边头尾咧讲恁隔壁厝边头尾八卦，其实嘛是共款，扛袂掉啦。哎呀，就是小村庄小所在拢是安尼，对吧？所以讲，咱即个鹿港有商业，也有宗教，也有文化安尼发展落来。你即马看，你对鹿港的感情即马变化到啥物程度？我就是复杂的一个问题呢，系啊，因为我感觉真侪时阵，我较早中华就讲伫鹿港的生活，阮诶，阮看世界拢是看伟大北来，包括迄当阵，我要考大学诶时阵，就是成绩嘛，啊，咱要去填学校，我完全无去选中部诶学校，因为我目标就是想要去有一间即个边有 Starbucks 诶大学读册安尼，因为鹿港迄当阵无种物件，我真欣赏嘛，迄当阵高中诶时阵去参加一寡即种高中生诶营队，咱就熟悉迄种迄种都市囡仔，你就感觉讲哇，因咧讲话还是讲因诶，甚至讲因讲英文诶程度，就是因诶 privilege 那种。咱完全无共啊咧，迄是后来因为读研究所，还是讲后来参与社会运动，还是做一寡电影调查，是为活波头，才开始感觉讲，原来我有诶物件其实是别人无啊，对，迄拢是一个人成长诶过程啊，所以我要讲我一开始囡仔时，我对于鹿港还没看咧感情，迄就是因为我家己就是直接出世，我无就决定啊，但是我后来大汉诶时阵，包括开始当阵台北定去走一寡社会运动诶时阵，我发觉讲台语是一个真重要诶语个，你用台语交流甲遮诶居民，就是去讨论一寡代志。变你讲少年，你台语乃才好着，而且你讲诶一寡台语人听无，迄时阵我就知讲啊。原来我就是伫一个全台语啊，伫一个鹿港区发展大汉。啊，这种感觉就想要甲这物件收入去，阮鹿港咧讲诶通柜啊，就是这种啊，这电视定定咧报做，这无说电者。但是后来才感觉讲，其实有诶，这是真诶是我伫鹿港遮有诶一个特权，即个 privilege，我鹿港 privilege。你来用一个表出来啊！搞看觅你鹿港。正拍人诶 privilege，我其实就有咩麻烦啊？还是若真诶多次 privilege，我真诶是分数就少就低啊！你有住过透天个？大部分中华人是住透天啊！你有住过正新河流？啊，阮兜正新河流，你做田人住一关。哎呀，就是讲，咱讲到这个文化也好啦吼，甲是迄种家乡诶这个背景，其实我差不多嘛是甲你共款，就是其实拢爱到大汉时阵，啊，洗过头想讲，我差不多35岁左右诶时，34岁35岁当阵，我就问阮母啊讲。其实咱若无住伫宜兰就好啊。你会颠倒想讲，这个城市住了无感情。用台北哦。我想讲，咱若无住宜兰，啊，你做一个小买卖，还是讲报田啊，或创一个互你伫宜兰。对，拢其实拢你爱找石头做，一定有石头，无可能无石头通做嘛。啊，是讲迄当阵咱也无想着要住宜兰。对。啊，你妈怎讲？阮我阿讲，要哪知影即摆拄啊？哦，你即摆算咧怨叹个野不了着？嘛无，就是讲要哪知影不个，就是讲你若是迄当阵若是住宜兰，其实咱是有家己诶厝。
咱祖先有厝，咱就继续换迄祖厝内底。哦，是。要不然分家伙分了，因为无人住啊，分了就无厝啊。你即摆变一个无厝诶人诶时阵，你想讲啊，迄当阵若是有住咧，就是有厝诶人咧。呀，根本过这就是讲35岁才会安尼想，25岁时阵你带伊来起笑，啥物甲你带去咧？其实就即个感觉，而且就是嘛是迄个，其实嘛是差不多30岁、35岁迄当阵，就是因为我自差不多初中时阵听迄个日本演讲嘛，啊有一块歌号吉吉山伊出道的曲，就讲伊迄歌名叫做恁爸要来去东京。啊伊歌词就是讲啊，我这庄仔头吼。嘛无杂志啊，嘛无书店啊，嘛无少年人啊，无这无迄啦，啊，剩一撮老大人啊，逐工摕迄个佛珠哦，像恁阿嬷乌鸟做暗课啊，啥话啊，结果伊诶副歌是讲啥？伊诶副歌是讲我要来去东京，恁爸要去东京，恁爸要来去东京饲牛、买山、买田地，就是伊去东京无毋对，啊，毋过想诶，伊想要过诶生活，还是迄个庄稼生活。其实足奇怪吼，即个感情。对啊，所以我感觉，包括咱对家己家乡诶即种，包括对中华是讲你对伊啦，迄种感觉其实咱即无法度用一两句甲解释，而且，反正比如讲咱今仔日来到台北，我今日来到即间车店，我来到即个节目，我感觉讲我开始当我鹿港因为今仔日来组队嘛，而且讲鹿港我感觉讲我其实充满了感情，但是伊当转去诶时候，反正遇到一寡有诶无诶代志诶时候，咱感觉做压榨诶时候，感觉讲啊，真诶，我想要去来台，来去。好行行但是我感觉讲当代人是幸福的，讲咱即马是我感觉讲我即马我都鹿港生活就是我是生活伫一个网络的时代，伫一个社群媒体的时代，所以我会当透过即个网络当连接足侪人，包括用 podcast 来交朋友啊，就亲像早期你若讲我是差不多20年前做即个代志，安尼阮家就小无嘅。哦，对啊，迄当阵无网络敢写批呢啊，还是讲可能敢会当用迄种传统的，无你较用迄胶啊，叫胶啊买送批啊尼啊，而且迄当阵嘛无即落遮尔济台语母语的保障，是包括整个迄当阵的这时代迄种观念嘛，你迄当阵来做台语，你敢无法度摕奖？我不说方言，迄当阵真的是方言，叫你请翻译。迄当阵就是迄就是迄种台语讲台语足见效，还是讲就是足真卡怂的迄个时代，所以当代伫地方生活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感觉讲一个人我都保持活泼的方式，就是保持刷动啊，你就是感觉这刷你感觉野生哦，咱就去某一个所在小可叮当这样呢。我感觉我就是透过 podcast 的方式，就是会当互我甲鹿港。整个全世界做一个连接啦，我当去熟悉所有的朋友，啊，带着我家己的个人的特色，重新来熟悉所有的人。讲到特色，其实这个鹿港有足侪咱其他外国头毋知影无熟悉的一寡文化，你有啥物要甲大家分享？伊较特殊是即个，咱讲导游也好啦，游览车也好，较袂写着遮，较袂讲着即个鹿港的即寡故事安尼。我这问题对我来讲足困难的，因为你要爱一个鹿港人讲出一个家己地方的特色，因为迄就是咱原本咱咧事的。所以我感觉讲，迄拢是足侪时阵，拢是我家己外埔头的朋友好爱感觉呢。包括因讲鹿港人讲话无啥共鹿港腔无共，还是讲阮遮还是讲特色的即种路边摊点心无共啊，比如面线糊啊，还是讲阮遮你讲这用钱或者肉粿。但是我肉粿就是肉丸，咱讲肉丸。然后要回答这问题之前，我冇想要请教唐，我你安尼有这鹿港味嘛？家己感觉鹿港较无共的物件啥物，我是想要知道你的答案。拜天公，拜天公哦，恁鹿港人拜天公有够笑的。但是恁台北人都袂拜，恁台北人都袂拜啊。拜到天公诶，4、5点诶，有够起笑迄天。有一当我就对咧去拜天公啊，啊就为主持进前开始就拜嘛。11点钟开始传了，啊就是有鸡有啊，有鱼有肉，先有啊传好了，开始拜天公，啊讲。迄拜天公是佫有八卦啊，闹天啊，闹了，11点呢？你看台北市人讲11点要分八卦要闹天，你去11点就开始哦。系啊，敲电话你就敲咧，啊闹天闹了，爱先去妈祖经迄边，古祖经先拜天公，对无？阮会先比地王开始拜啊到妈祖经，反正就一天一对啊。对啊，惊诶呢，有够恐怖。我啲即情况，即就是我感觉即就正常，所以恁台北人提到你创啥物？人看拜天公，我袂遐笑，袂遐笑哦，就是家己厝内的
拜一个物件啊，订做啊。你台北人我来拜订做？有即马较有。我细汉时阵就汉咧看订做，即马有较流行订做，就是其实嘛会拜天公啊。甚至我外妈伊山东人哦，伊嘛学台北诶咧，伊嘛拜天公，伊嘛对人咧拜天公。初九时放炮啊啦，啊煮迄个圆啊，啥物共款啊，就是填啥物内底菜碗，系啊，底迄个搭诶物件、甜诶物件共款啊，嘛拜天公。啊，毋过咱袂讲一定爱找一间大庙，有啦，上山迄洪天宫啊，有人可以去遐拜天公，啊，就是去遐拜，拜了就走，就陪家己厝内啦。阮较早我囡仔诶时阵，真诶是阮大家族，所以拜天公迄暝，就是讲迄是，通常阮做囡仔诶时阵，拢是休寒寒假已经结束。所以但是因为阮兜就是过年就老了迄种诶，就是阮阿嬷个对咧，是阮就是六七八啦，就是一撮饲大来拍肉虫咧。所以当阵若要收假要去寒假诶时阵，我拢会迄忧郁症，拢会感觉讲哇，搁爱用学校，但是拜天公迄暝哦，就是无诶话，就亲戚逐个过来咯。六七八啦，因为当阵就是阮嘛个辛苦，就是去传拜嘛。啊，就是囡仔嘛伫边仔咧佚佗。啊，若到11点诶时阵，大人就叫阮4岁囡仔，个人排队，啊，就来拜拜。迄当阵。阮阿伯就会用即个音响来帮即个管理。后来我才知影讲，原来这是较早鹿港的一个传统，就是北管的闹天。对啊，就是先为厝内上大，就是阮阿嬷开始拜啊，阮阿伯、阮爸，还是阮阿姐、阮妈咧，啊，佮刷了阮全囡仔边啊咧。迄拜完了。较早阮时代人讲赶起困，今日刚刚去上课。啊，因为因那个单啊高就是拜到差不多都爱去烧金、烧金，就最后放炮啊。对啊，我囡仔时阵叫炮啊惊死，因为放炮拢差不多3、4点的代志嘛。听阮爸讲，较早囡仔时阵搁较含啊，就是讲厝内就是订做烧金烧完了，啊物件就是在三星啊摕去扛起，就是按地藏王菩萨。拜后到妈祖经听讲，较早伊就是囡仔时阵，到因嘛就阮阿嬷转来到厝内时阵，迄种天光哦。你是互那么看咧行哪拄久啊呢？我迄天嘛是安尼啊，哦，你嘛是拄久，我迄天嘛是哪几拄久，无人甲我牵来着哪行哪拄久，拜个到天光呢，有够恐怖。所以我感觉这真诶是鹿港是真诶活咧一个神神鬼鬼诶所在咧，就李阳老师诶讲法。你讲你感觉讲，迄是重要诶，是关于一个新诶一年诶开始啊，咱来向即个天公来秉承，希望伊来保庇厝内大大小小会当平安啊呢。因为我感觉讲，去年有一个真重大诶变化，就是讲阮阿嬷过往咯。然后我感觉讲，就是地方是秩序诶社会嘛，因为大家的往前，我变，我感觉讲，迄当时我就变大人哦，啊，就是阮兜拜天公就兼一个人哦，啊，就阮爸完了就换我，甚至讲阮兜即马即几年嘛，更较简单就去庙里拜啊。我感觉迄真诶时代演变，虽然讲全台湾人有，但是我感觉鹿港较慢，是嘛是有啊。毋过即个例我真正细汉时嘛毋捌看过，遗憾嘛毋捌看过，对啊，参照即款例，而且恁的地王就是咱讲地藏菩萨，恁地王庙毋若是天公地无用尔，7月4嘛就无用。哦，对啊，轮廓嘿，轮廓啊，而且轮廓伊迄个地王的庙的门是毋是嘛有较无共款？讲电门爱关起来。因为我即方面我无做研究，但是因为7月4诶时阵较早大，对啊，问个迄种所在，声音嘛，因为较早做发会啊，是讲会放水电啊，而且鹿港的普渡，其实台湾所有所在普渡拢毋是讲一定普7月半迄放，有人是普初一开始普，啊普到30个。是。毋过因为鹿港有留一块普渡歌，所以咱讲知影讲。当时去倒位就会当看到普渡。毋过即个现象，即摆是即个现代社会是毋是较即个少体？有一段时间就是讲，迄政府来规定，逐个人爱伫7月半来拜，但即几年个大大转来讲，就是地方得是顺着因普渡歌迄讲，逐个的饭菜捧去一定个甲投票来，就是统一来普渡安尼。讲我较早囡仔会记伫当中，我感觉讲7月阮兜拢咧拜拜，人拢咧拜拜。对啊，我感觉真诶是做鹿港新妇，真诶是做难诶一件代志，因为大家个伫咧时，初一都爱拜，啊，就是爱拜即个初一15嘛，啊，初二16啊，阮兜较早有咧做生意爱拜土地公啊，啊，迄着7月啊，个祖先祖祭啊，啥物，我着个15啊个初7啊个拜七娘妈，七娘妈保庇囡仔大汉诶。15就是爱普渡，25是阮遐迄个街头爱普渡，所以你感觉讲迄当阵7月囡仔当然就欢喜，因为只要普渡当地创去即种便利，就是迄种量贩店买一罐即种刺绣啊饼来请呢。但是后来你感觉讲，那几个人咧拜拜啊，
其实来感觉就浪费一件代志，啊，而且迄个牛较简单啦。面册有一个迄个社团叫做鹿港师哦，傅对无？对对对对对对翻对对。拜拜，嘿，对迄个资料我嘛熟悉，我感觉因真诶足厉害，因为因逐个人就是有社群媒体诶时代对，哦，跩新妇逐个人开始去交流。嗯，我感觉跩新妇真诶拢足厉害，对，拢去互训练到，就是讲即种拜拜诶时阵，讲究就是讲真有甲顶上人们甲顶落来，啊，嗯包括即个神明道啊，我感觉真诶是，我咧感觉讲迄社团若有一寡迄种查某囡仔准备要嫁来鹿港诶，破着。很感觉真想讲无赵卖，那杯，无卖好啊！我感觉时代咧改变，即马鹿港其实愈来愈我感觉时代有无共咯。时代有无共哦。而且我阁发现着讲，鹿港最近阁有一个现象，就是恁诶厝愈来愈贵，哦，对啊，对啊，对，是安怎咧？我感觉即个鹿港就是2012年诶时阵，恁当阵办即台湾灯会啊，对，就是足侪人来鹿港观光佚佗诶。我就是迄年哦，去，迄当阵你来，对，迄当阵其实我嘛是足侪朋友嘛是第一遍来鹿港，是为着要看灯会啊。我感觉2012年是一个真毋讲足精准诶一个时代，但是对我家己诶身体诶经验，我感觉讲，伫2012年了，鹿港诶观光客人越来越多，所以我感觉讲即嘛带动鹿港诶即种土地诶即种介绍诶膨胀，对，嘛因为安尼就是讲真侪迄种土地重要诶一寡鹿港诶即种老家族，因为迄土地可能几百人共有诶，就趁即个机会就是处理甲处理掉，甲好大事来办诶。啊，迄种故事会拆掉，啊，就是放弃安尼。因为对鹿港人来讲，我这故事要拆掉，拍你咧土地才会清气。对，拍沙当，对对对，所以我毋反正嘛是无法度等啊久啦。所以我会记得2012年，我开始对鹿港诶文化开始想要来关，就是来了解诶时候，我感觉讲鹿港其实土地继续变贵，同时嘛，即个故事开始去用拆掉咯。我感觉就毋甘诶，就可惜啊。就是因为嘛有最近嘛是讲有轻轨还是捷运要过，啊，实在是鹿港诶一个梦想啊。中华关的一个梦想啊，但是若讲到即个吼，鹿港其实鹿港人有一个梦想，就是讲是鹿港诶百年追求，就是讲再厝诶飞东啊咧，就是讲即个大船来讲山嘛，就是讲，因着鹿港诶时代，感觉讲较早鹿港就是因为即个所在有一个重要诶基础诶建设，有可能是一个码头，还是讲因为纵贯线好车无驶来鹿港，所以鹿港诶后来，鹿港有一句话做烧啊，焦掉诶意思，所以因为安尼鹿港诶本身毋是一个重要诶城市安尼，所以一直以来鹿港三不五时都有迄种政治诶任务讲啊，要起即个轻轨啊、捷运啊，甚至冇讲要即个即个港口码头甲设立啊，还是讲我感觉。我听过一个笑话啊，就是讲鹿港诶一个代表要选代表诶，伊诶政见就是讲要甲即个纵贯线游来鹿港，发现讲即个是代表诶咱决定诶代志啊，伊是做讲迄纵贯线是唱宁啊，救着过来咧，那菜市啊咧花价无50无万啦，无30安尼啦。啊，你对于鹿港诶未来有啥物看法？即就困难诶问题，因为我感觉讲对我来讲，因为我相信今仔听众朋友听长毛咧讲鹿港诶时阵，你感觉真趣味，迄就是一个外地人看鹿港诶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对在地人，对我来讲观光是一件真困扰诶代志。因为其实甲观光之间有一个真强烈的即种冲突。你甲惊倒人共款，惊嘛是就讨厌观光。我毋敢讲鹿港是惊到，毕竟咧级数无相共。但是我希望讲，个心情是共款。心情惊倒有少者迄个，人讲伊讲新意社就老店嘛，其实伊都是就无介意做观光客诶生意，伊就看着你观光客就爱买毋买。我感觉讲鹿港人佫无较排头阵啊，就是讲观光客就是逐个要来买就来买。但是我会感觉讲，希望讲未来即个所在当愈来愈适合生活。因为真侪世界各国真侪迄种观光诶即种古城，因后来变成讲因诶居民拢无法度住伫遐，因为土地愈来愈贵嘛，甚至讲后来在地人就是爱去外口住，然后利息诶顺来即个。固定内底来做生意安尼，感觉我希望鹿港是变成安尼，因为即所谓卡数讲会当互，比如讲你散步整个代志较安全诶，还是讲大众诶即种运输诶系统会当较完整诶，鹿港其实嘛真侪时代，我感觉讲我希望是即所在是适合生活，然后对你则是观光对，这是在地人诶心声，对，希望讲咱诶即个镇长啦吼，咱立委啊，即个县长会当来听啦，因拢无咧想，因想诶拢毋是，是啊，想诶拢是。个就住咧台中，住咧中华，咱来鹿港佚佗，因就是要看这观光人数的 KPI 安尼啦。毋过实在，就是我虽然讲一年登去一届鹿港，
我阁有去迄个玉渠宫啊，做，阮兜诶迄个相公爷是玉渠宫哦，园林诶。哦，你会讲相公爷，我嘿，这在地的讲法啦咧，嘿，嘿啊，就是我家己有请一尊，毋是千多迄庙内，万岁，毋是庙内底，是家己外口请一尊，嗯哼，请人开工就是去玉渠宫遐。所以啊，讲一年都会登，我拢讲登鹿港一摆。哦。去鹿港诶时阵，其实尾啊我都迄个观光客咧坐迄条街，我都无要去啊。哦，你等于你为一个，我这个趟这水条行啊，对，你也扔这水条行啊，我就是去迄个六路口遐马路口，路口遐买麻油啊，啊，买土豆油啊，拜相公爷。我变做去鹿港拢是有任务有代志，哦，买香啊，啥物你真的是行啊来，你讲赢过这个 PR99的这个观光客，因为你对啊，这路线真的就行啊来，对啊，因为我感觉鹿港就是我定带一寡朋友来鹿港，我就讲我会带恁去行一寡巷啊，嗯，一寡巷啊来去到鹿港的无共款的角头社区来去。你车定迄个角头，其实我甲遐个人我也真熟，我嘛足介意迄个所在，就是讲敢若是菜市足闹热的，而且足侪观光客咧摆咧，因为外口都有足有名的面线糊。但是只要入去内底，你感觉讲迄是另外一个世界。有拍铁啊对，啊啥，嘿，我其实嘛是介迄款的路，是我嘛是啊，因为我差不多就是2012年来。甲同学来鹿港时阵，其实鹿港迄阵观光客嘛是足济，而且佫是春节迄阵看灯会，人足济。毋过阮就是有，阮迄当阵拄好有一个学长，伊是彰化人，哦，所以就带咱去即个迄个菜市啊，老去食迄个豆浆有无去打？哦，你讲面线糊边还道理，边仔迄地方，迄讲啥物特别啦？伊就讲伊自细汉就食哦，即间啊，迄是哦，就是我感觉鹿港人就是安尼，阮对咯，可能嘛，毋是讲就是全世界上问题，但是对阮鹿港人来讲，我迄就是阮细汉对即个食物滋味的一个定义啊。佫有对面迄麻油鸡腿饭，麻油鸡腿饭迄辣汤足俗，足够好啉。这我捌食过，我即个等下食看卖啊。伊就细细碗一碗，一个鸡腿麻油去咩啊？对啊，其实就是因为我感觉是因为有人带路啦，所以我就讲我介意即款的路线。若是迄帮若是无人带路，我就迄观光客，我就感觉讲这就是普通的迄个老街。所以带路的人真重要，真重要。你即码就是带咱逐个为鹿港腔、为鹿港的即个文化来熟悉鹿港，容易鹿港。而且你的节目嘛，听着就侪即个同款是鹿港在地即个朋友啊、少年辈，而且因的看法，有诶嘛是无共啦，有诶嘛是无共款着无，个人诶。因为我感觉人百百款啊，而且每一个鹿港人对家己定的家乡的想象其实无共。我顶多是更较介意听一个外口的人讲鹿港，我感觉这是整个台湾人的文明。是讲咱拢足希望得到即个外国人的肯定，还是讲鹿港人足希望来听台北人来肯定鹿港安尼。所以我是感觉讲，我家己做 podcast 用鹿港腔来讲，就是因为我对即个所在有认同，我对即个语言我感觉真骄傲，所以我系希望讲咱鹿港人就是咱家己决定咱要安咪看来鹿港外口的人会介意来鹿港。对，毋是讲即个所在有一间即个台北有诶连锁诶店，是因为鹿港才有诶在巷仔路，鹿港才有诶即个气味啊声。所以我即几年我豆豆诶开始想要来做出来代志。亲像去甲亲像比如 Easy Shop 安尼。对哦，鹿港嘛有啊，嘛有啊。对啊，卡是啥？你刷落来，你即个节目要继续安怎安排？还是讲你除了节目有其他诶即个计划有无？我节目主要是用鹿港腔讲万事万物啦，当然是做各行各业诶访问啊。我节目有一个真重要一个单元，就是讲文学作品诶一个单元安尼。英国其实有，我感觉讲，生活嘛受到真侪人诶照顾嘛，真侪教愿意互我访问，而且用台语来调整来讲家己诶作品安尼。所以今年我系安心要搞我 podcast 又到现场要来做 live podcast 要来做一个全台湾诶巡回啊，不，其实叫西部地区诶巡回啊。希望会等互我会感觉讲鹿港腔，还是讲用台语来讨论一个文学作品，我感觉迄是会当变成一个表演。我想要甲即个表演来带更较侪咧听众朋友当现场来感受讲迄种台语诶 Christmas，还是讲迄种文学诶即种正港诶即作家会用即种感情甲因记忆甲创作之间诶关系。你们都在等我写出来？哎呀，就是准备咧等你后一天。无白付诶啊！除了即个 podcast 以外咧，声音以外，你敢有其他计划无？其他计划除了声音以外，其他计划，因为有诶就是亲像
咱即摆看迄个大萌有无？伊就有就这，伊这咱讲影视剧啦，毋捌大萌俩，其实因拢开始对这个腔口无共腔口差开始有注重。啊，你有想过讲这个做参像鹿港腔的语言指导即款？我感觉做鹿港腔语言指导对我来讲非常困难啊，因为我是一个就袂尴尬的人，而且就是亲像讲，毋过这个代志应该有一工你会拄着。系啊，所以我一直咧培养边啊，这个代志。我感觉讲，免死边道。因为你入即个语言的体系，还是讲要甲系统化，即个代志毋是我家己的专长，我嘛毋是讲我有大兴趣做即个代志。我真的是希望会当把即个语言会当甲行出去国际，行出去国外，所以我未来嘛有想要做即个代志。袂伫较2年可能会发生，就是讲我想要带着我鹿港腔的台语来到国外，甲遐人交流，比如讲像日本，真侪台湾人社群，甚至讲即个东南亚、像马来西亚，遐系即种福建话的社群。我感觉，因为我即马透过社群媒体嘛，看来讲国内有真侪，就是想要甲家己语言找倒来接触人，因就是透过新媒体，不管是 Instagram 的即个Reels，还是讲 Podcast，因就是想要做家己的声音。行出去安尼，所以我感觉讲，这就是我未来想要来合作，来了解是一寡朋友安尼。你去东南亚应该会找着甲你腔口有足像。对啊，对啊。冇，就是在马来西亚遐有真侪冇漳州发音，冇泉州发音的，我感觉这种就趣味啊咧。因为就是讲，这是很全世界即马拢在面对的问题，就是讲这种中式语言，这个面对弱势语言，其实处境非常非常无好啊！呢，包括少年志文伊也即吸收啊！呢，所以我感觉讲新媒体会当互在弱势语言有一个新的可能。这嘛是我等咧做的代志啊！因为我嘛是差不多3年前、4年前开始学南管，才知影讲，马来西亚迄边，有菲律宾迄边，因嘛是有南管的迄个社团。而且。1970年代台湾这边嘛，有足侪即个南管去嘛，甲咱讲去遐表演，去遐表演，去遐慰问啊，结果你就想讲，伊共一个乐种，其实有共一个语言，伊有共一个传统伫遐咧遐，就其实因会去去这个南管，一定是泉州人，是。而且这条线我尾来都想着讲，其实鹿港甲平湖，其实起码是几条线，是，包括阮遮鹿港的即个消化啦系统，讲即个鹿港的即个守望呀，信用拢甲即个平湖金门就有关系。对啊，所以我感觉讲，就是咱今仔日讲的台湾是一个民主啊自由的国家。我感觉这就是伫台湾真啥物款的代志拢当做，而且咱会当做足深的，咱会当做足快。我都甲咱伫台湾的生活的即个 privilege，甲带去甲外国的人交流。我感觉讲这嘛是这是我感觉是一个未来一个野心。这就是正讲咱行出咱台湾甲，比如讲咱隔壁迄拍中国就无共款的即个路线。咱如果摕文化甲人交流，而且咱嘛会甲别人冤家。因为我感觉讲台湾咱咧做即个代志，咱会。是讲咱要来去理解别人，要来去明白别人甲咱来无共啊，用心来思考讲咱有可能来合作啊呢。像我去鹿港，我就去迄个古早间的庙口有一档咧卖鸡无，卖虾仔鸡，我卖虾仔鸡啊，鹅仔鸡等来，就配饭啊、煮菜啦。迄种拢毋是我会食的物件，迄边的迄个口味的物件变真贵的。我去买迄鸡一罐差不多200块、300块尔。尾来有一摆去平湖时阵，才发现讲平湖嘛有鸡。鸡少咧，伊煮咧鸡，小羹仔鸡。你讲贵啊？嘛是差不多，对，因鸡少嘛差不多。我就发现讲，一代人才会安尼食迄个海鲜呢，海产的物件。就是一个，其实你着了解讲，应该是有共款的文化，共款的地区来安尼一个传统啊，是，对嘛？就是这是其实都是为语言开始牵起来的线，对，为遮才豆牵。我家己嘛是发现讲，因为我洗倒头想讲，有一工我着甲一个朋友开讲讲，我一个按讲伊漳州人，阮土都是漳州嘛，平和。漳州平和安尼，尾来我咧吃的物件、耍的物件拢泉州人物件，管他去。所以即个权章械斗伫你的心上得到和解咯。超奇妙，我足奇怪，食物件口味，应该我
细汉时大淡水迄当阵真正有关系，是是是是，即摆回细个头想，其实淡水的文化嘛是影响就深，嗯哼，对啊，就是即个环境，嗯哼，环境其实对一个人诶变化影响是足大诶。嗯哼，好，今日非常感谢请到这个阿凯诶之声，感谢所以唐我，感谢，而且后盖若是有机会，我过来去你诶 live podcast，会使会使，嘿啊。大家来斗落来的，对啊，来到了咧，讲这甲这台语吼，无共款腔口无要紧，就个台语甲讲出去、看出去就对了。哎，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哎，你们开始以为是华语的哈，点进来听到一半，然后不到一半5秒钟没多久，其实原本我来这边也想说，也期待华语受访，哎，很少有讲个拜你，很少有机会在空中讲华语，讲个拜你，感谢感谢感好，谢大感谢大家捧场，家，谢谢，谢谢你，拜拜拜。拜。